我要时时学乐耶和华，学乐伊的话，要常常伫我的喙。我的心情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恁甲我着学乐耶和华做大，三甲顺伊的名做悬。这时，咱要来吟诗学乐咱的上帝，圣诗109首，欢喜救主作王，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主甲是咱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阮伫天立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犯阮的人。无对带阮入一次，就叫阮较入去个歹，因为国、权柄、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再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要来交托启文，启文第8篇，也就是诗篇23篇。启文第8篇，请咱三甲来启用。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新的气力。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
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即上天父，阮感谢你，互阮搁一遍围内伫主你的圣殿三甲来敬拜你，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伫地，互阮搁一遍会当放下阮一切的重担，全部来到主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求主你的灵甲阮三甲伫地，也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会当来到主你的圣殿来朝见主你的面，阮也要为着无度来到阮当中的兄弟来献上祈祷，求主你圣神甲因三甲伫地，也保守因，也看顾因，无论破病还是工课，也是当兵在外，拢求主你的圣神甲因三甲伫地，也保守阮，互阮会当日日透过读经甲祈祷来领受主你水的旨意。求主你，互阮会当有信仰的生活，会当眷顾阮的厝边当因有欠缺、有需要时阵，阮有缘会当来为因来代祷。求主你，互阮毋那干那尽心尽意、尽心尽意来听主你，阮也会当听阮的厝边，亲像阮家己。愿阮的性命会当成做主你来路用。阮会当伫阮的生活当中来见证主你的名，求主你也有缘为了这个世界的动乱亲自来保守伫战争以及侪侪的冲突的过程当中，也求主你亲自来带领、看顾、甲安稳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也将阮台湾这个岛屿仰望摆在伫主你的面前求主你圣神甲阮三甲伫地。保守阮，也看顾阮，阮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圣名求，阿门。刷接赞美咱们邀请雅音合唱团因所要吟的诗歌《属无的人有福气》。
这是咱要来看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10节。约翰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10节。福音福音第10章第1节，我实实甲恁讲，入羊条无对迄个门来对别个所在搬过的是贼是强盗。对门入的是羊的牧者，顾门的甲伊开，羊听伊的声，就随命叫家己的羊带因出。已经将家己的羊拢放伊出去，就做头行，羊也对伊，因为认得伊的声。决断无对生分人，就闪避伊。无因为未认得生分人的声，耶稣用这个譬喻甲因讲，因毋知因所甲因讲的是甚物，所以耶稣阁甲因讲：我实实甲恁讲，我就是羊条的门。既若带生我来的是贼是强盗，若是羊无听因。我就是门，若有对我入的，要得到救；搁要出入，也要得到草料。贼来无毋是爱偷、爱刣、爱灭无，我来是要互因有活，搁有丰盛。圣经读到这，煞者咱要请咱的新学生李慧君姊妹来分享伊所要分享的信息，通过伊，咱得到生命甲丰盛。各位南门教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的天气真好。我透早对捷运站行要入来教会，我就看到真侪士大人，就出来拍吉所以大家爱拍吉，拍吉对身体真好。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上帝，感谢你。赐予阮每一个人，伫每一天的透早，当阮醒过来的时，阮就对你遐领受恩典。感谢你今仔日组织阮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愿你来教阮每一个同在。阮安尼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阿免。伫顶个月的一个拜六暗时，青年团契有聚会。咱拢知影，青年团契固定的聚会是伫拜六暗。伫顶个月某一个拜六暗时，辅导就带大家来进行一个有真趣味的活动。辅导将大家分做2个人一组，这2人一组的其中一个人，也用喙暗甲伊的目睭盖的。为着互目睭看无，内底佫放一张卫生纸，就真正互人看无安尼。伊的另外一个同伴，甲伊同一组的另外一个人，就要来帮忙，只会当透过声音来引带即个人，即个看无的人，来行到一个目的地的墙，去望迄个墙，迄个墙。其他的少年人，就爱伫边啊来扰乱因。因会当安怎扰乱呢？因只会当透过佫较大声的噪音、话的声来扰乱这2个人。其实佫有一个规定。就是讲，会使去搬椅仔来阻挡因的路线，不过，就是爱事先就对因2个人咧带喙暗，然后伫有备的进前，其他人若要刷椅仔的人，就爱先去刷好安尼。伫活动进行的中间，就只有迄2个人会当就是
就行伫迄个所在，啊边仔的人会当发声安尼来了乱因安尼。啊，因带人的迄个人，伊袂当用手甲伊牵的，也袂当用手甲伊扶的，拢袂当当着伊边仔即个人，伊只会当出声甲伊讲，你即马头前要安怎行安尼。其实我有用 AI 来做一个图，不过即个图其实无啥正确，因为边仔遐个人佫会当佫较靠近，佫会较，因会当离迄两个人足近安尼。就安尼，每一组来轮流进行即个活动，并且每一组的迄两个人，因的角色嘛爱对，就是轮流。你摊拄仔是看无的，你即马就是变做你爱带，变做你爱带你的同伴安尼。伫安尼过程中，咱每一个人伫即个活动，拢来体验着伊的目睭往起来看无，必须爱用听来进行的即个过程。即个体验活动结束了后，大家就在分享讲，啊，即个过程你有啥物感受？你有啥物体会？对我来讲，当我的目睭看无的时，只会当透过听去判断方向的时，我就变真专心。我必须爱足专心在听我边仔即个人在甲我讲啥，因为边仔其他的人真正会足吵，因真正是会用足大声的声音来甲你了乱，所以我需要足专心来听我的同伴甲我讲啥物，并且伫即个过程，我也需要去相信我的同伴，爱相信伊甲我讲的即马我爱对倒边，还是对正边安怎行。我爱相信伊对我讲的话，并且我爱去认得伊的声，伊的声是生做安怎，伊的声是啥物声，你爱去认得伊的声。今仔日甲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记载伫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虽然甲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拢互人称作是福音书。但是咱知影，其实约翰福音甲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有真大的无共款。另外三本的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较侪是咧讲上帝伊的人性，伊是安怎出世，伊是安怎对马槽来出世，以及伊在成长的过程。直到伊传道的过程，伊伫加利利所做一切的事工，这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的记载。不过约翰福音这本册就真无共，伊强调耶稣的神性，伊强调耶稣是迄位对天道成肉体来到这个世间的上帝。咱若对约翰福音书第1章来看，就会感觉出约翰福音书的无共。伫约翰福音内面，耶稣伊透过真济的长篇足长的讲论，伊的讲道来教示来讲伊是啥物人。咱拢知影伫约翰福音内面，耶稣总共。伊头尾讲了7个我是啥物，我是啥物，来表明伊的身份甲伊要做的工作。咱有记得耶稣有讲过我是啥物？伊讲我是活命的美娘，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者。伊阁讲。我是果子，我是生命。伊嘛讲着，我是道路、真理、活命。最后，伊有讲着讲，我是真葡萄树。耶稣伫全篇的约翰福音讲着7个我是。其实伫旧约内面，
当上帝甲摩西在显现的时阵，上帝就甲摩西讲：“我是自有永有的。”伫个旧约，上帝就透过用“我是自有永有的”来启示伊家己。但伫新约约翰福音，耶稣透过7个“我是”来表达伊的身份，甲伊要做的工作。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10节。耶稣讲到羊条的比喻，伊表明伊就是羊的门。耶稣讲即个比喻，毋知大家对即个比喻，敢若应该拢真熟吧？就是讲，咱拢真熟，有听过即个羊条的比喻。伫咱的印象中，安尼读过去，咱嘛拢感觉讲哦，敢若真好理解。但是当咱详细来看即个比喻的时阵，其实会发现即个比喻，毋是遮好理解。第1节到第2节，耶稣讲着：“我实实在在甲恁讲，迄无对门入，要入去羊条，无对门入，对别所在搬过去的，是贼，是强盗；对门入去的，才是羊的牧者。”当咱读到遮，会感觉哦，真好理解啊！就是迄无对门入去，对别所在搬过的，就是贼，是强盗，这足好理解。啊，对门入去的，才是羊的牧者，对。但是当我伫准备讲道片的时阵，我读到第3节到第4节，我开始有无理解的所在。用和合本的国语版来看，耶稣伫遮讲。过门的甲伊开门，羊也认得伊的声。伊甲家己的羊一只一只叫名，带因出来。伊带家己的羊出来了后，行伫羊的头前，羊就对伊来行，因为会认得伊的声。伫遮，我要邀请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伫遮所讲的伊。是在指什么人啊？好，大家有家己的答案。你敢若这个“伊”是在指什么人？咱敢会真直接就想讲，哦，这个“伊”就是在指耶稣。若是即个伊是咧指耶稣，安尼咱就是将耶稣当作理解做伊是牧者。即个理解并无毋对，因为耶稣伫第11节，今仔日的经文无到遐，不过伊伫第11节伊就讲着讲，我是好牧者，我为羊放杀性命。所以，将耶稣理解做，将即个伊理解做耶稣，敢若无啥物毋对。咱嘛拢会安尼想。但是，如果你伫第3节到第4节伫遮，就将即个伊理解做耶稣，安尼你就会拄着一个问题。因为耶稣伫遮第7节讲着讲，伊是羊的门。安尼。伫即个比喻中，耶稣到底是牧者，还是羊的门？伊是羊的门，啊，伊阁是迄个传羊入来，伊家己传，伊家己入，安尼，敢若我伫准备讲道片的时阵，我就感觉，安尼是啥物意思？伫约翰福音第10章，耶稣前后讲着，伫第7节伊讲，我是羊的门。第11节，伊讲我是好牧者，所以真自然，当咱读到羊条的比喻的时，咱可能就会将即个比喻中的牧者想做是耶稣。但是现在我要邀请大家，先将这第3节到第4节所讲的即个伊，想做是一般普通的牧者，就是人，就是各样的人。安尼咱会当搁较
正确的来理解即个比喻的意思。所以耶稣伫遮其实是咧讲，即个比喻是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对，咱会当成就，才会以上对是普通的牧者、雇养的人安尼。伫遮耶稣讲即个比喻是咧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要入去羊巢，无对门入，对逐所在搬过去的是贼，是强盗。对门入去的才是羊的牧者。顾门的甲即个牧者开门，羊会认得即个牧者的声。伊甲家己的羊一只一只叫名带因出来。牧者带家己的羊出来了后，就行伫羊的头前。羊就对牧者来行，因为羊会认得牧者的声。因一定袂对青份人颠倒的走闪，因为因毋捌青份人的声。耶稣甲因讲即个比喻，不过遮会听的人犹原毋知耶稣伫甲因讲啥。接着耶稣阁对因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我是羊的门。所有比我阁较大声来的是贼，是强盗。羊袂听因。我是羊的门。通过我即个门入来的，会安全，通出出入入，阁会找到草埔。”耶稣伫遮讲着，对即个门入去的，才是羊的牧者。耶稣讲：“我就是羊的门。”耶稣讲即句话，表达了什么意思呢？对门入去的才是牧者，你若对其他所在搬过去的是贼，是强盗，并且耶稣讲：“我是羊的门。”耶稣讲这话，甲咱讲什么意思？耶稣伫遮讲着，独独通过伊，通过耶稣基督即个门的人，才是牧者。什么款的牧者，毋是真正的牧者？就是遐无透过、无通过耶稣基督、无进入耶稣基督的人，可能就毋是真正的牧者。因是贼，因是对别所在搬过去，是强盗。耶稣讲，伊就是羊的门，通过耶稣即个门的人，才是真正的牧者。为什么耶稣要伫遮讲即个比喻？咱知影伫第1世纪，耶稣伊迄个时代，罗马帝国的时代，当时有足侪犹太人，中间有足侪个宗教领袖，有文士，因假好，因认为家己的想法才是正确的，因注重外表。外在的仪式，却忽略疼甲怜悯。因虽然是宗教因虽然是领袖，不过因却伫因的灵性顶面是青迷的。因看无，亲像青迷看无。因是领袖，可是不过因却用错误的方式来带上帝的百姓，所以耶稣伫遮甲听的人群众讲，可能嘛包括法利赛人来讲即个比喻。耶稣来教导一个真理，就是讲对门入去的才是羊的牧者。耶稣讲，伊就是羊的门，意思嘛是在讲。一位好的牧者是进入到耶稣内面，是通过耶稣，并且好的牧者是带领羊，带领伊的羊群，做伙进入耶稣基督这个门内面。对耶稣讲这个比喻，咱会通来想看，来思考几个点，因为咱伫这个比喻内底
咱会当有无共款的角色，会当透过安尼来反省咱家己的生命。伫即个比喻内底，咱第一会有的角色，就是咱是啥物，咱会是啥物。你我是羊，对，咱是羊。当咱是羊的时阵，咱来想看觅。其实伫圣经中，伫旧约的时阵，上帝就已经表示讲，上帝甲伊百姓的关系，时常是各样的人甲羊群的关系。伫旧约以西结书34章11节，就讲到，至高的上主安尼讲：我要亲身去找我的羊，甲因找倒转来。牧者伫羊群四散的时，安怎去找羊？我嘛要安尼去找我的羊。因伫乌天暗地的日子四散伫逐所在，我要对遐去甲因救转来。我要对万族中甲因带出来，对列国中来召集因，带因转来乡土。我要伫好的草埔来牧养因，我要亲身做我羊群的牧者，互因有安息的所在。这是以西结书所记载，34章所记载。所以伫圣经中，上帝将伊甲伊的百姓的关系，就已经表明，时常是做牧者甲羊的关系。如果咱是羊，安尼伫今仔日的羊条的比喻中，耶稣讲到，羊会听牧者的声，羊会对着牧者来行，羊会认得牧者的声。对这，咱来思考，羊是啥物款的动物？伊敢若真乖呢吼，拢会听呢，会对的。羊是啥物款的动物？伊敢若真正是真乖，不过伊出世，伊的目睭就足无好，因其实看袂清楚，因为安尼因就会对来对去，互相对。也是因为安尼，当因迷路的时阵，因毋知影安怎找到要转来羊条的路。并且羊也真固执，也是互伊家己选择，无牧者家伊引出，互伊家己选择，伊会每一工会行共一条路线，去到共一个所在，伫遐食草，直到甲遐个草拢食了啊，就无草通食。安尼来看羊，的确实是一种需要互人引带，有牧者来引带带领的动物。既然羊是这种款的动物，咱搁互上帝比喻做咱是伊的羊群，那你感觉你是一只啥物款的羊？咱是啥物款性格的个性的羊？你是啥物款的羊呢？咱生活伫即个真复杂的世界，真车赢的世界，真丰富的世界。逐工只要看电视、看手机啊，就会当看到足侪的资料，接受到逐种无共款的消息。不过，咱敢有看有清楚这个消息要传达予咱的意义？还是咱的目睭也亲像互这个世界来压榨，咱就对咧这个世界甲环境，看别人安怎行，我嘛安尼对咧行，啊，就安尼对来对去，毋知咧对啥，啊，最后迷路了。咱敢有听咱大牧者上帝的声音？这个听，毋是你安尼听过就听，
就过去啊。即个听乃是有意识的选择，你爱选择甲伊听入去。即个听是你爱有意识的选择，你要甲伊听入去。真侪毋知大家伫真心烦，就是真烦的情绪内面，也是真正是真差的环境内面，你要互家己安静落来，你要互家己安静落来，要听上帝的声。这个过程其实真无容易，嘛有真侪基督徒拢会讲，我无听到上帝的声，我无听到。但是其实上帝的声早就透过圣经来传达予咱，咱必须爱有意识的选择甲伊听入去。这个有意识是你会听，是你会无爽快，因为爱照上帝教示来行的时阵，你就毋是在照你家己的意思在行。迄个过程是你会无爽快，你会听。但是当咱每一届安尼有意识的选择听入去的时，咱就会开始认得你的即个声，然后来对即个声来行。伫即个比喻中，第二个咱会通来思考的是，当咱是牧者，是领袖的身份。伫咱的甲上帝关系中，咱就是亲像羊仔。不过伫咱的生活中，咱袂只有是羊仔的角色。当咱进入群体，你的群体，即个群体可能是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职场，也是伫教会内面。伫逐种你的人际关系内面，咱每一个人拢会无共款的角色。咱可能诚做牧者，诚做领导。你可能是爸母，对你，若是你有爸母的身份，你对你的囝来讲，你的细囝来讲，你就是因的牧者。你爱带因啊！当你伫职场顶面，你是主管，你就会带你的团队。啊，伫教会内面，你可能是长职，你可能是团契的干部、同工，你也嘛可能你是主日学老师，也是服侍伫各所在的同工。你在服侍，你在领导的过程，你就是在诚做牧者。伫今仔日的经文，耶稣讲，雇羊的人，也就是牧者，爱入即个羊的门，无对门入去的迄个对别所在搬过去的是贼是强盗。耶稣才是迄个羊的门。安尼，即个信息带予咱啥物的亮光？当咱有领袖的身份，咱来思考，咱敢有甲上帝交托予咱照顾、管理的羊，带入去即个羊的门内底吗？也就是带入去耶稣基督内面，也是咱时常是照咱家己欢喜的方式来对待你的羊，对待你的囝，对待你任何的人际关系，伫婚姻内面嘛是共款。咱敢有时常进入到耶稣基督这个门内面？其实爱带羊进来耶稣基督内面，毋是一件容易的代志。咱爱安怎诚做一个好的牧者？咱大先犹原爱学习，亲像耶稣。只有咱学习亲像耶稣，有耶稣的款式，安尼别人对咱的心肠看去，因会看到，因会明白，
因会体会到耶稣的宽恕。安尼，咱才有可能带因入来，带因入耶稣即个门。第三，咱会通来思考，最后一个是耶稣，伊就是羊的门。伫即个思考的角度，咱就无可能成做羊的门，独只有耶稣，伊是羊的门。所以耶稣讲，伊是羊的门。伊伫第7节到第10节，伊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我是羊的门。所有比我搁较大声来的是贼，是强盗。羊袂听因，我是门。通过我即个门入来的会安全，通出入入，搁会找着草埔。出来一定要偷掠、要杀、要毁灭。我来是要互恁得着活命，搁得较丰盛。耶稣对众人讲，伊就是羊的门。当咱摕到门，咱会有啥物款的？咱会想到啥物？咱拢知影门伊有出入，互人通过，以及保护安全的即两种的功用。互人出入，互人通过，即个是门上基本的功能。因为门时常是连接无共款的空间，就亲像你今仔日透早，你对街啊，你伫外口安尼路安尼行，你行入来教会，经过教会即个门，你就入来到伫教会的内面，迄个空间就区隔出来啊，迄个空间就无共款。所以耶稣伫遮讲，我是羊的门。好比如讲，伊就讲，恁伫即个门外口，可能就是有诚侪的危险，有诚侪的惊吓。不过进入到即个羊的门内面，遮就是有安全，因为耶稣伊是迄个门。耶稣伊邀请咱入去伊的内面，伊邀请咱来通过伊，因为伫伊的内面有保护、有安全。耶稣伊是门，伊是迄个独独唯一会当通到救恩的迄个道路。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嘛是讲到，耶稣讲伊就是道路、真理、活命。所以鼓励咱大家，咱就时常透过读经、祈祷、亲近上帝，通过伊进入伊的内面。我嘛要鼓励大家，其实伫咱的生活中、咱的家庭中，咱爱时常全家做伙进入上帝内面。是大人带细囝做伙进入上帝内面。咱的生活其实是真正真无用，但是逐工10分钟、5分钟，全家做伙，你爸爸妈妈带细囝安尼，做伙进入上帝的内面，因为伫伊的内面有丰盛、有生命。今仔日的经文可能是大家已经拢足熟的经文啊。不过，愿上帝透过伊的话，搁一摆，互咱，互伊的话照光，互咱会当来反省咱家己的生命。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啊，阮感谢你，明白你是阮生命中上大的福分，你是阮的牧者。阮是你的羊，阮属于你。感谢你照顾阮、保护阮，互阮伫你的内面无欠缺。恳求你来帮助阮伫生活中来专心听你的声，起调伫你。阮恳求你每一工拢来甲阮三角地地，嘛甲
阮的厝、阮的家三甲地地。阮安尼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阿免。这是咱来吟诗回应上帝，圣诗119首，上帝的囝基督，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上帝的囝基督，应做万福源头，常常是阮赐福，亲像雨水长流。甘我的心赞，我的嘴，称谢予落救主恩惠。上帝慈悲仁爱，永远拢无变化。天定万万成全，人心无落像破。咱人受恩比因较深，应该感谢永远的心。早我无地无站，离开又阮耶稣偏行公羊，带我倒转，伊若无会放撒家己，叫我灵魂永远无心。是叫我受大恩，心内真爱报答，常常菩萨敬尊，祈求天父感纳，总是尊也袂通报，所行所做无相同。主光在有情，我会听我诉，不分那我家己，也最心心的主，我的后山里的温故，我有尊名落挂请坐，这是咱要来奉献，请赖玲玲执事、甲杨嘉欣执事来服侍。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转
较侪是我来报告。教会消息真欢喜，迎大家今仔日来到教会来敬拜上帝。礼拜三请留步互相请安、交谊，以及到地下室来享受爱餐。这礼拜非常感谢妇女团契的服侍。第二，研发组甲财务组伫今仔日第二场礼拜爱餐了后，12点半到2点半，要伫5楼举行团契同工的训练，包括教会网站活动的编辑以及会计系统的教学。邀请会长、校长、队长以及会计同工2位参加。若袂当参加请派代表来参与。家己早电脑上好若是手机嘛会当来操作。教会嘛有准备几台电脑会当斗阵来使用。第三，下主日5月初3是咱本会第2季圣餐主日，请兄姐别万心甲主同齐祷。第四，台湾教牧心理研究院推广中心伫即个拜5甲拜6，5月初1甲初2，伫本会举办对破碎到完整约瑟生命旅程的情绪修复课程。总共是1天半的课程欢迎有兴趣的兄姐来报名参加。详细请到1楼的公报栏的海报来参阅。第四，社宣组伫5月初9上午9点半到11点50，伫本会举办社区亲子讲座。题目是新世代的教养关键技巧，欢迎会当邀请咱亲朋好友斗阵来参与。报名的资讯伫1楼的公报栏，也是柜台会当摕宣传的 DM 来扫 QR code 来报名。一个邀请，一个分享，拢是一个福音的行动。其他的补充咱教会有举办一个婚礼，非常欢喜大家参与特别是来参加保塞执事以及牛丽珍长老非常感谢咱牧长以及兄姐参与因查某囝用主甲伊的囝婿俊宇的婚礼典礼愿上帝来祝福这对新人咱非常只代表保塞执事甲丽珍长老来感谢大家。一只教界消息北中邦桥新民教会吴圣德牧师伫4月2日安息自怀愿上帝亲自来安慰伊的遗族。以及台中台北中会东区伫4月28要伫城中教会召开聚会。咱大道事项请咱兄弟家己来过目。牧师毋知要补充报告无？今仔日毋知有第一届来咱南门教会聚会的兄弟吗？咱厝边小看者有无熟悉的人吗？安尼看起来拢有熟悉吼。好，安尼咱会当来行平安礼，互相来请安。
也是愿主赐福保护。临时线，咱要请导师来祝祷。甲怜悯，圣神的保守甲因带，拢甲咱以及咱的亲人三个弟弟，对即时伫甲因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闭会。